弟兄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0年9月初8。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21篇，出埃及记12章29节到42节，罗马书13章第1节到第7节。今仔日要甲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做好。前礼拜五，咱伫网络查经的时阵，咱查考提多书第3章。咱有提到讲，着互人记得应该降服办正事的、掌权的来顺探伊，常常便来行逐项的好事。无诽谤，无三犟，着温顺对众人显明逐样的温柔。咱牧师也捌引用今仔日的经文，罗马书讲着类似的教导，就是讲这个顺服的前提是这个执政者，也是当权的人，是爱做一个逐样的好事吼，爱做逐样的好事，做善事啊，想做好的代志吼。是安那遐个做歹的执政者呢？咱是要安怎来面对因？是毋是爱抗争？圣经并无安尼的教导啦吼。但是迄个圣经却明白甲咱讲上帝会亲自来出手。咱另外参考2位的经文吼。彼得前书第2章13节到17节的经文安尼讲：恁着为主的缘故，着要顺服这一切的制度，或者是伫顶位的君王。这个君王所派这个刑罚善恶的这个官吼，因为上帝的旨愿是恁着爱行好吼，所以爱互这个人的愚妄无知的人的喙来踢牢的。恁虽然是自由，却袂当借着自由来惹砍恶毒，总是着爱做上帝的奴仆，一定爱尊敬众人，爱这个教会中间的兄弟，爱敬畏上帝，敬畏君王。另外一个所在是提摩太前书第2章第1节到第2节，伊讲：我劝恁第一个爱为着众人来恳求，爱祈祷，来代求，爱祝谢，也为着君王甲一切在位的嘛应该安尼。所以咱通敬虔、端正、平安无事来度日吼。其实这个经文基本上拢讲到这个爱行好的这个基准吼，这个真基础的代志。所以对伫这个执政者的尊敬，毋是无条件的吼，但嘛毋是完全无规范的用暴力抗争的方式来进行。最近几工，香港的朋友寄济的影片，中国的公安穿着香港警察的制服，用暴力来拍这香港的人民。另外是新港的人民受到落假的强迫式的洗脑的教育等等的问题，这拢是无符合着圣经中间受到尊重顺服这执政者的标准。今日咱圣经对罗马书13章的教导，咱看到这执政者必须爱互遐个做好的人民来得到安心，因为毋是讲互好的品行的人会惊，互歹人会惊。所以恁爱免惊迄个权柄的，着行好，着得到伊的呵乐，因为伊是上帝采用要利益你。若是你惊歹，就着惊，因为你毋是空挂剑，你是上帝的采用，是伸冤的，是互歹人拄着刑罚。所以这个基础真清楚吼。圣经咧讲这个尊重做官的，其实就是讲有迄个上帝的基础甲上帝的标准。这也好亲像咱伫出埃及记看到法老王共款，伊凭着家己的权柄来压制以色列的百姓，
并用伊所挖去相信的这个正神明，想要来压制以色列人民来得到自由。而且伊来对抗摩西所代表后壁迄个上帝的主权。伊上大的问题就是无要做好，伊就是一个真标准无做好的执政者啦吼。因此，上帝亲自来出手。虽然伊是一个无做好的执政者，但是咱若回头去看，咱时常咧讲的10个灾难，其实就是上帝互伊济摆的机会。摩西一摆搁一摆甲伊参详，互伊机会，但是伊犹原放弃啦吼。所以咱用安尼来标准来反省现代今仔日咱的情况。若有人为着争取权利，上街头来鼓励暴动，对伫遮运用抗争运动名义来放火、抢劫、拍人，即种伫美国遍地开火的暴动，是咧做好吗？但是如果咱遮的主张为着遮的权利的人对即种真恶质的暴动行为，却完全无做声的话，那安尼就是违反着做好的原则，并且这甲遮的人的定义是同一群的，是违背圣经的原则，违背上帝的旨意。台湾最近发生这个翠暗退货的事件，是因为有这个翠暗的国家队的一个工厂用中国工业用的翠暗来瞒骗当作是台湾制造的医疗翠暗，来提供国民做防疫的使用。这种行为嘛是违反圣经原则做好的这个原则。咱会通伫生活中间来反省、来看见，也会当来倚靠上帝来赢过。因为咱所要倚靠咱的帮站是对上帝遐来。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0年的9月8号。我们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21篇，出埃及记12章29到42节，罗马书的13章第1节到第7节。上个礼拜五我们在网络查经的当中，我们参考了提多书第3章。我们提到的这个经文说，你要提醒大家，要他们服从执政者和当权者，听从命令，随时随地的做各样好事。劝他们不要毁谤别人，不要争吵，要和气友善，以谦让的态度对待所有的人。牧师曾经引用在查经当中引用的今天的经文罗马书，谈到类似的教导。但是这个顺服的前提其实是这个执政者呢，或是当权者呢，要做各样的好事，就是说做为善了那么对于那些作恶的执政者呢，是否要抗争？圣经没有这样的教导，但却明白的告诉我们，上帝会亲自的出手。我们在上个礼拜五同时也参考了另外两处的经文。第一个经文是在彼得前书的第2章13到17节，经文这样说：你们要为主的缘故顺服一切的制度，人的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或是君王所派罚恶赏善的臣宰，因为神的旨意原是要你们行善，可以堵住那些糊涂无知人的口。你们虽是自由的，却不可借着自由遮盖恶毒，总是要做神的仆人。务要尊敬众人，亲爱教中的弟兄，敬畏神，尊敬君王。那么另外一处的经文是在提摩太前书第2章第1节到第2节，他说：我劝你弟要为万人恳求，
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些都提到了一个为善的基准，所以对于执政者的尊敬不是无条件的，也不是完全没有规范的以暴力抗争的方式进行。最近几天，有香港的朋友寄来了许多的影片，就是过去的这个周末，中共的公安穿着香港的警察的制服，以暴力报答香港人民。新疆的人民被劳改、强迫式的洗脑教育，这些问题都不符合圣经当中那一些被顺服的执政者那样的标准。如同今天的经文罗马书13章的教导，是执政者必须为这些为善的人，或是说让为善的人民安心。经文这样说，统治者不是要使行善的人惧怕，而是要使作恶的人惧怕。你要不怕当政者，就得行善，他就会嘉许你，因为他是上帝所使用的人，他的工作是对你有益处的。如果你作恶，他就得你就得怕他因为他惩罚并非儿戏，他是上帝所使用的人，是执行上帝对那些作恶的人的惩罚。所以我们看到这一些被尊重的，在圣经里面说被尊重的这些在位者、掌权者，其实是有顺服在上帝的标准里面的。如果我们看到出埃及记的法老王一样，他把持着自己的权柄，然后压榨以色列人民，并仗势自己所相信的这些众神明来压制以色列人民想要得到的自由的权利，并且他用他这样子的相信，想要来对抗摩西所代表的背后那个上帝的主权。他最大的问题就是说他不为善，他是一位不为善的执政者，因此上帝亲自出手。但是虽然他是一位不为善的执政者，那我们如果再往回看，上帝给他10个灾难，表示给他多次的机会，让摩西一次再一次的与他商讨，给他机会，但是他都不接受。我们用这样的标准来反省现代的情况，如果有人为了争取权利而上街，那没问题。但是鼓励暴动，甚至对于这些抗争，借着这个抗争运动，然后放火打劫、打伤人，这种目前在美国几乎是遍地开花的暴动，是为善吗？正如那些号召抗争运动的人，他们对这样的恶劣暴动的行为完全不出声音的时候，那其实就是违反了圣经为善的原则，并且这些人默不吭声的这些人跟这些暴动的人是同等的，他们违背了圣经的原则，违背了上帝的旨意。台湾最近发生了口罩退货的事件是因为有某一个口罩国家队的成员，其中一个工厂用中国的工业用口罩来蒙混为台湾制造的这个医疗的口罩，提供国民做防疫使用。像这样的行为其实也是违反圣经那种为善的原则。我们可以用这样的原则来反省，来做我们行为的标准，并且学习依靠上帝，像以色列一样，就像圣经诗篇说的，因为我们的帮助是从上帝而来。